保羅話，聖靈喺每個人身上顯現出嚟，都係為咗叫人得到益處。睇下呢度講，恩慈就係聖靈嘅顯現。住喺你裏面嘅聖靈係睇唔到嘅，唔可以用人嘅肉眼見到，但係顯現出嚟嘅恩慈就會影響到人嘅感官。你裏面嘅聖靈被帶進入人嘅感官關係裏面，雖然係賜俾個人，但係要令到所有人都有得益。譬如上帝賜俾你講預言嘅恩賜，你太細膽唔敢講出嚟，咁樣唔單止對唔住你自己，亦都對唔住基督嘅肢體。因為呢個係管家嘅職分，唔係你覺得想用先至為自己用，你係有責任嘅。上帝亦都要透過你同其他人講嘢，向成個會眾講嘢，或者同傳道人講嘢，所以你不可以話我唔想講，所以我唔講，因為咁樣係唔負責任。呢個恩賜係照俾個人，要令到大家得益處，要令到每一個人都有得益。